歡迎收睇《危機觀察》，縱觀環宇，洞察先機。我係伍俊瑜大魚。最近國際地緣政治糾紛咧就有擴大嘅趨勢，由芯片、稀土、鋰電池等等嘅領域咧出現咗外溢。造船領域咧而家亦都開始掀起咗風波。中國商務部10月14號發布嘅公告咧，就為反制美國對中國採取海事物流同埋造船業301調查嘅措施。經過國家反外國制裁工作協調機制批准，而家咧就公布關於對韓華海洋株式會社5間嘅美國相關子公司採取反制措施嘅決定，自2025年10月14號咧就會開始執行㗎啦。美國對中國海事物流同埋造船業開展301調查，並且採取措施，嚴重咁違反國際法同埋國際關係基本嘅準則，嚴重危害咗中國企業嘅合法權益。韓華海洋株式會社喺美國相關子公司協助支持美國政府相關調查活動，危害我國嘅主權、安全同埋發展利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禁止我國境內嘅組織、個人同佢哋咧進行有關交易、合作等等嘅活動。韓國防衛事務廳嘅廳長咧喺10月17號喺國會聽證會上邊咧就話中國咧制裁韓國造船巨頭韓華海洋旗下嘅美國子公司，可能會擾亂中國設備同埋材料嘅供應，進而影響首爾同埋華盛頓喺造船領域嘅雄心勃勃嘅合作計劃。佢話中國今次嘅做法咧，將會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動嘅讓美國造船業再次偉大嘅計劃造成影響。當中國對韓國韓華海洋株式會社嘅5間美國子公司揮動呢個制裁大棒嘅時候，太平洋嘅另一邊咧，而家咧就非常之焦急啦。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咧就即刻跳出嚟啦。據美國財經媒體彭博社10月20號嘅報導，格里爾咧就揚言，佢話任何懲罰將會面臨美國嘅迅速回應咁話。佢仲話咧，特朗普政府警告中國啊，唔好對幫助美國發展關鍵產業嘅外國公司進行報復啊。呢一個咧可以話係嚴重嘅雙標啊！喂，唔通咧只係準華盛頓舉住301調查嘅大棒四處咁敲打，但係就唔準北京攞起規則範圍內嘅反制工具咩？其實美國嘅造船業咧可以話係荒蕪咗好多年㗎啦，咁而家突然之間咧就話要復興國內嘅產業喎，仲靠住咧話要拉住呢個嘅韓國企業咧嚟做佢哋嘅馬前卒。格里爾聲明當中嗰一句，中國通過阻止外國公司投資美國嘅造船業同埋其他嘅關鍵產業嚟到去影響美國嘅政治，並且控制全球嘅供應鏈。呢一句説話咧，就真係將呢個白宮嘅心態咧表露無遺啦。就係既係要維持住呢個全球嘅霸主嘅體面，但係又唔捨得放低呢個保護主義嘅名談。今集大魚同大家講講中國反制美國馬前卒。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記得訂閱北基 TV、留言、讚好同分享俾你朋友知道。北京呢一招嘅制裁咧，可以話係精準嘅點穴啦。韓華海洋嘅5間美國子公司咧，今次咧就被捉咗啦。證據確鑿咁樣咧，協助同埋支持美國政府開展301調查，並且實施針對中國海事物流同埋造船業嘅措施。今次咧可以話係捉賊拿贓人贓並獲，點輪到你狡辯啦？嗰啲咧之前望住喺中美之間嘅騎牆派嘅外企咧，呢個時候咧應該都好驚㗎啦。觀察者網咧就講得好透徹啦。佢話呢一個咧係俾其他嘅騎牆派外企一個提醒啊。中國市場嘅大門雖然係開住，但核心利益係不容觸碰㗎。韓華股價咧就應聲暴跌咗8%啊！比起任何嘅商業嘅教科書咧，都嚟得生動咁樣顯示乜嘢叫做戰略誤判嘅代價。美國貿易代表咧仲將中國反制咧就污蔑為更加廣泛嘅經濟威逼模式嘅一部分。呢一套嘅説辭咧就好似強盜咧就指責受害者防衛過當啊！回想翻咧2018年去到2020年嘅貿易戰啦，中國對美國嘅農產品嘅對等反制咧，就令到中西部嘅農場主咧，佢哋而家咧都係心入邊係猶有餘悸㗎。
2024年芯片戰咧，波音、Intel 嘅訂單就縮水咗15%，呢個教訓依然係猶在眼前。而如今格里爾咧，佢哋點解會咁快忘記咗嘅咧？唔通咧呢個華盛頓嘅政治字典入邊咧，美國優先咧就叫做戰略遠見，而中國反制咧就成為咗經濟脅迫嗎？呢一套雙重嘅標準咧，玩到即係咁順暢，玩到連自己咧都呃埋，真係令人嘆為觀止啊！全球海運市場有90%嘅造船咧，其實個產能都係掌握喺我哋中國手入邊㗎。呢個數字本身就講咗時代變遷嘅真相。美國試圖通過韓華投資費城嘅船廠嚟到構建所謂嘅民主供應鏈，看似咧係旗高一着，實際咧就係竹籃打水一場空啊！中國喺海事領域嘅一個優勢，早就已經係深植咗全產業鏈嘅生態㗎啦。韓國嘅國會咧估計呢個韓華可能會面臨咧6000萬美元嘅損失。呢一筆數唔知白宮會唔會幫手俾呢？當韓國嘅外交部而家忙緊同中國談判止蝕嘅時候，格里爾嘅豪言壯語咧就顯得格外嘅蒼白無力啦。南華早報嗰一句韓國夾喺中美之間進退兩難，就講明咗地緣政治博弈當中騎牆派永恆嘅困境。中國制裁嘅深層次嘅邏輯咧，而家咧係好清晰㗎，既係要維護全球嘅海事產業主導權，更加要示警於第三方，唔好火中取栗。嗰啲幻想兩邊通吃兩家茶禮嘅企業咧，而家應該要醒一醒啦。中國市場45萬億零售總額嘅盛宴，從來都只係會俾嗰啲守規矩嘅食客嘅啫。三星、現代咧，而家應該要苦心自問啊！當戰略嘅決策鐘聲響起嘅時候，係繼續行鋼線啦，定係要腳踏實地咁樣靠邊站呢？咁頭先提到啦，格里爾嘅警告咧係蒼白無力㗎。中國嘅反制咧，從來都唔係虛張聲勢嘅，而係咧經過精密計算嘅戰略嚟㗎。由大豆去到芯片，由波音到韓華，華盛頓應該早就已經領教過北京傾嘅話咧，門就開俾你嘅。但係如果打咧，我哋就奉陪到底嘅作風。呢一次海事領域上面嘅交鋒咧，只不過係俾到個案例嚟嘅啫。當核心利益被觸碰嘅中國咧，係大把機會、大把工具咧，令到呢啲挑釁者咧付出代價㗎。好啦，咁到底韓華做咗啲乜嘢事呢？韓華海洋咧就並不是一間細公司嚟㗎，1973年就成立咗㗎啦。除咗製造一啲液態天然氣嘅運輸船啊、集裝箱船等等呢啲商用嘅大船咧，佢仲會接一啲軍艦啊、潛艇嘅訂單，絕對咧係同軍工咧係有關係㗎。調查顯示，美國基於佢哋國內嘅呢個301條款，對中國嘅海事、物流同埋造船業施加咗單邊限制措施。而韓華海洋株式會社咧喺美國嘅相關子公司，更加係深度咁樣介入咗呢一啲針對中國產業一啲嘅不公平嘅調查過程。呢啲子公司咧積極咁協助並且係支持美國政府進行相關嘅調查同埋後續嘅行動。佢呢個行為已經係構成咗對中國產業合法權益嘅實質損害，超越咗正常嘅商業合作範疇。並且咧，韓華海洋咧仲致信呢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強烈表達支持美國嘅做法，並且咧仲出謀獻策添。2025年3月20號呢一間韓華嘅公司咧曾經就去信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喺呢封信入邊咧就講到呢一間嘅韓國企業明確咁表示支持特朗普政府同埋呢個 USTR 咧就住針對中國海事、物流同埋造船業嘅3012嘅行動。事實上，韓華海洋咧喺美國嘅活動咧係遠比於商業經營嚟得更加危險。我哋要知道咧，美國針對中國嘅301法案目的咧就係在於要打擊中國嘅造船業。中國造船咧係全球咧份額大概係有成60%左右，而中國嘅太陽能同埋鋰電池嘅產量咧喺全球嘅市場份額更加係遠超60%。點解美國唔打擊中國嘅太陽能產業同埋鋰電池產業呢？
因為中國嘅造船業咧強大嘅背後必然會帶嚟海上軍事力量嘅增長。嗱，呢一個咧係美國最驚嘅。咁你可能會問，喂，咁美國而家做翻多啲船咪得咯？其實事實上咧，美國造船業咧早就已經唔得㗎啦。美國一年咧只能夠做到5隻船嘅啫，而中國一年咧可以做到幾多？1700隻船啊！咁啊，美國造船咧已經可以話係回天乏術嘅啦。而美國有一條條例叫做帕恩斯托勒夫森修正案咧，就禁止喺美國境外嘅船廠咧嚟到去製造美國海軍嘅艦艇啊。咁美國點算咧？喺呢個時候，韓華海洋就啱啱好出現啦。咁啊，2024年嘅11月咧，佢就攞咗美國海軍第7艦隊加油艦育空號嘅維修合同。今年3月咧，又完成咗美軍軍艦艇嘅一啲維修嘅項目。咁啊，美國自己嘅造船業而家咧係徹底唔掂啦。咁啊，本土造船廠咧，佢嘅效率又好低，產能好差。咁啊，韓華海洋咧呢個時候咧，真係啱啱趕上咗呢一個嘅風口位啊！咁啊，攞到呢個咁大嘅機會。咁啊，更加關鍵嘅係佢收購咗費城造船廠，咁就可以咧為美國嘅海軍咧建造艦艇啦。咁啊，呢一間嘅船廠咧喺美國造船圈入邊咧都可以話係一個大哥嚟㗎啦。咁啊，係美國造船7姊妹之一。2010年去到2023年咧就做咗16艘油船，2艘嘅集裝箱船。咁啊，喺美國嘅商業製造領域入邊咧，呢個成績咧已經算係好勁嘅一個級別嚟㗎啦。咁但係就算係咁樣都好啦，佢都爭啲要執笠啊！喺2019年嘅時候咧，費城造船廠嘅訂單咧就一張都冇。咁啊，交完最後一艘船咧，就將呢個1100個嘅工人咧就遣散翻屋企，最後咧只係留咗80人。咁啊，靠佢哋銀行戶口入邊嘅幾千萬咧，咁啊夾硬咁撐落去。咁呢80個人相信都係高管嚟㗎啦。咁啊，後嚟咧仲有美國嘅海事局咧，亦都俾咗一啲相對細一啲嘅維修保養嘅合同啦，先至能夠勉強咧就存活去到2024年。最後咧就被呢一個嘅韓華海洋用1億美元收購咗。而韓華收購咗費城造船廠之後，又宣布為呢個造船廠咧實施一項價值50億美元嘅基礎設施升級計劃。目標咧就係要將呢個費城造船廠嘅年產量由唔夠2艘增加去到20艘啫。今年8月訪美嘅呢個韓國總統李在明咧，亦都專門視察咗呢個費城造船廠，並且出席呢個船廠建造嘅美國國家安全多任務船，即係呢個緬恩號嘅命名儀式添。為咗深化同美國官方嘅聯繫，韓華集團咧亦都聘請咗一啲退役嘅美國海軍少將啊。佢嘅名咧叫做安德森，出任佢哋美國嘅船廠嘅總裁。安德森咧就曾經咧喺美國嘅海軍軍艦項目採購部門咧擔任要職。呢個做法就俾業界視為咧係韓華意圖進一步融入美國國防工業體系嘅一個關鍵一步。喺美國人咧喺度高呼讓美國造船再次偉大嘅口號嘅時候，韓國人咧就戴住呢個 MAGA 嘅帽，呢一個嘅場景咧都係非常之搞笑㗎。同平時表現出嚟嘅所謂民族主義咧就一啲都唔和諧啦。所以咧，韓華海洋嘅活動已經係超越咗商業活動嘅底線啦。當佢幫美國開始製造呢一個海軍艦艇圍堵中國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已經行緊鋼線㗎啦。韓方咧今次係咪誤判咗中方嘅底線呢？跡象顯示可能真係咁樣嘅喎。李在明認為咧，用巨額嘅投資就會穩住對美嘅關係，能夠換得貿易嘅便利。但係就忽視咗中國對海事301調查港口費加徵嘅敏感度。呢啲舉動咧，好明顯係針對中國嘅船舶同埋航運行動啦。中方咧若果唔出聲嘅話咧，咁市場就可能將佢解讀為可以執博喎，迅速咁複製，迅速咁擴散。而韓國政府咧而家都好尷尬㗎，因為咧佢既係要將呢個外溢嘅風險撳落去，但係咧又想留一道口咧，等佢有一啲嘅迴旋空間。而家李在明咧就係想將呢件事咧就講成唔係一啲軍工相關嘅，純粹咧係一個商業嘅投資嚟嘅啫。既係留一啲口俾自己咧可以有迴旋，但係咧亦都希望同中方咧可以繼續傾落去㗎。
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啊，而家今次呢件事咧，根本就係針對中國嘅造船業噶嘛。咁所以咧，任何嘅外交辭令咧，我覺得都未必能夠解決得到。若果話咧呢個韓華海洋點解會咁驚咧？咁我哋望一望全球造船業嘅訂單咧，你就會知道點解咁驚啦。2024年咧，如果按噸位計算嘅話，中國就已經攞咗全球54.7% 嘅新船嘅訂單，穩穩咁樣攞住咗第一。而韓國咧就有28.02%。按照呢個數量咁計嘅話咧，韓國當年嘅份額咧就只係得呢個16.5% 啫，創下咗2016年以嚟嘅新低，係連續3年嘅下滑。之前咧韓國咧仲能夠靠呢個做呢個液態天然氣嘅船咧嚟到去撐一撐場面啊！呢種船咧可以裝到零下163度嘅液化天然氣啊！同一個叫做海上超級大雪櫃咁樣啊，冇乜分別㗎。技術難度特別高。2024年之前咧，中韓咧就喺呢個領域嘅市場份額咧都係3-7開嘅。韓國係7，我哋得3嘅啫。但係去到舊年嘅11月，中國江南造船咧就交付咗第一艘嘅呢一個嘅薄膜式嘅呢個液態天然氣船。呢一下子咧就即刻唔同晒啦。而家中國咧已經有2間嘅企業能夠做到呢一種高附加值嘅液態天然氣嘅船啦。韓國咧嗰一啲最後嘅優勢咧，而家咧好快都會俾人追上。韓國自己嘅研究院咧亦都認咗呢一個説話啦。喺2024年5月咧就發布咗一個嘅報告，就話中國造船業嘅整體競爭力已經超過咗韓國，成為咗全球第一。其實咧早幾年前咧已經係有一啲嘅跡象可以睇到㗎。2021年集裝箱船嘅訂單入邊咧，中國攞咗5成半啊，韓國只係得3成4，差距咧早就已經慢慢拉開㗎啦。而我哋再睇翻美國啊，可以話連我哋嘅車尾燈都見唔到啊！費城造船廠喺13年咧就做咗18艘嘅船啦，已經算係美國嘅頂尖水平㗎啦。同中國隨便嘅一間大嘅船廠比咧，真係爭得太遠啦！美國想要重振自己嘅造船業，靠自己咧就真係一啲辦法都冇，所以只能夠揾嚟韓華海洋呢一種外來嘅企業幫手。如果唔係咧，佢嘅軍艦維修啊、新船嘅建造嘅工期咧，就可能咧推到遙遙無期啦。至於中國對於美國船隻徵收呢個港口費咧，其實影響都唔係好大嘅啫。聯合國2025年嘅航運報告入邊就話，中國造船嘅呢個船舶咧喺全球主要嘅航運公司入邊咧，佔比大約係1/3。好似地中海啊、馬士基呢啲嘅大型公司咧，想要咧繞開都算簡單嘅，只要將非中國製造嘅船咧調到美國嘅航線就得㗎啦。而就算咧有埋呢個港口費都好啦，今年7月份咧，地中海航運咧亦都同我哋中國嘅船企訂咗12艘嘅液化天然氣船同埋集裝箱船。8月份呢個東太平洋航運亦都訂咗12艘啊！所以話咧得我哋提供嘅啫，而家呢啲嘢。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所嘅數據咧，亦都講明咗呢個問題。2025年1月到8月，中國嘅船廠咧就攞咗全球3/5嘅訂單，依然都係第一。咁樣就講明咗咧，中國造船業嘅競爭力並唔係靠1-2個政策就能夠動搖到㗎。講到底，中國制裁韓華海洋嘅美國子公司，徵收美國船隻港口費，並唔係隨便咧忽然之間咧諗出嚟嘅動作㗎。所以咧，而家嘅造船業咧，全球造船業嘅格局咧，已經咧係產生咗好大嘅變化啦。中國靠技術同埋效率咧跑喺最前。韓國咧就想靠呢個美國嘅市場咧，令到佢咧可以維持喺第2嘅位置。但係美國咧而家只能夠企喺人哋後邊，靠人哋幫手去做啲維修同埋造船嘅啫。到最後邊個能夠企得住咧，就係睇下邊個咧最有技術、最有實力啦。最後大家想講，本來咧韓國你點樣同美國合作都好啦，都係你韓國嘅事，中國咧一般都唔會干涉你嘅。韓國想要幫助美國嘅造船業再次偉大咧，都係你韓國嘅事。但係而家咧，美韓嘅行為咧就絕對係損害咗中國造船業嘅利益啊！中國當然唔能夠置之不理啦。中國同埋韓國本嚟2個國家咧係鄰國嚟㗎，咁係搬不走嘅鄰居。而美國圍堵中國嘅地緣政治紛爭咧，就令到呢一位鄰居咧真係有一啲嘅
唔係咁好嘅諗法，咁啊甘願咧充當美國嘅馬前卒。近期嘅稀土同埋芯片之爭咧，可以話已經係進入咗白熱化嘅階段㗎啦。咁啊世界咧嘅形勢咧亦都出現咗唔同嘅變化。中國同美國兩個大國兩個大笨象咧，就可以吵吵鬧鬧，可以咧喊打喊殺，咁都係講嘅啫。而選擇靠邊站嘅國家咧，就真係陰公啦。咁啊，我哋咧可以將呢個時候嘅國際嘅政治咧，睇翻以前嘅一啲歷史啦。咁啊，譬如係春秋嘅時候咧，係霸主當政噶嘛。晉國同埋楚國、齊國等等咧，就輪流做霸主。霸主之間係可以實現和平嘅對話，而嗰啲咧喺霸主之間嘅啲小國咧，就經常俾人揼啦。咁啊，甚至乎係滅亡添。咁啊，中美爭霸恐怕咧係曠日持久嘅，勝負到而家都仲未知。韓國如果聰明一啲嘅話咧，我就唔會好似佢哋咁樣啊衝到最前啦。而我哋中國嘅立場咧，都係嗰句，傾嘅話咧，大門就常開；打嘅話咧，我哋一定奉陪到底。呢個係中方喺對待中美貿易問題嘅基本態度，亦都係最根本嘅原則。呢度係屈機觀察，我係伍俊瑜大魚，我哋下一集再見。最後，記得訂閱我哋屈機 TV 嘅頻道，留言讚好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我哋下集再見啦！